逃票大家聽得多㗎啦，亦都可能覺得咧冇乜大不了。但係跟住落嚟呢起逃票事件咧，性質非常之惡劣啊！喺佛山地鐵桂城站，一名女乘客採取呢一個並閘出站嘅呢個方式嚟逃票，並發現之後咧，咁佢唔單止唔願意補票，仲咧將呢一個脾氣啊嗰啲氣咧發喺一名嘅女工作人員身上，一腳就踢對方嘅下體添。哇，係咁暴力都得嘅，大家都女同胞，水兔同你跟進啦。以上嘅呢一幕就發生喺2014年12月30號嘅佛山地鐵桂城站。12點29分左右，一位乘客他自己身上沒有買票，所以在出閘的時候，就是跟着人家屁股後面。那麼事發地點呢，就是桂城站 B 出口旁邊的這個出閘處。那麼當時這名女士呢，就好像我這樣子來到這個閘口，跟着一名正準備刷卡出去的乘客後面，然後呢就進行了一個並機逃票。那麼逃票出來以後呢，這一幕正好被一旁的工作人員所目睹。那麼這名工作人員呢就馬上上前與這名女士進行一個協商，然後要求她補票，但是呢對方不同意，所以呢才會發生一系列的這個肢體衝突。是根據那個廣州市或佛山市相關的那個城市軌道這個管理細則，這個裡面有一些相關的規定，補票的票額是按照從本閘出站的這個站算起，到這個廣州這個或佛山這個網線最遠程的這個站點的一個票價，正確補票的是要13塊錢。他說他因為只是從西朗過來到桂城站，他說只要4塊錢的車票。從監控視頻可以見到，呢名女乘客同女工作人員對話咗1分鐘之後，突然之間性情大變，直接喐咗手。隨後，一名中年阿伯路過見到呢一幕，即刻上前阻止。冇諗到嘅係，呢名女乘客毫不聽勸，仲變本加厲，直接一腳踢向咗呢名工作人員嘅下體。被打嘅女工作人員即刻呈半蹲狀態，表情十分之痛苦。好快，警方趕到咗現場，將打人者帶走協助調查，並將傷者送往醫院治療。沒有輕微傷害，沒有輕傷之類的情況嘛，沒有達到這個刑事責任這一塊，態度比較誠懇，配合我們調查，也主動向我們這個站務賠禮道歉。經過調解，他們達成一致意見，進行了1000塊錢的罰款，把這1000塊錢作為一種補償給我們的站務。米警官話：喺呢次衝突當中，地鐵公司以及當事員工並未對打人者追究到底，最終接受私下調解。但係根據相關嘅法律規定，呢名乘客已經越咗界啦。假如我們地鐵或站務這一塊一直或者要按這種法律程序走下去的話，它是可以說是觸犯了治安管理處罰法，5天以下拘留。同時還可以併取200到500的罰款。其實地鐵逃票事件成日都發生，最常見嘅方式有3種，一個是直接跳閘，第二個並閘，第三個就跳這個圍欄。2013年，佛山地鐵亦都發生過翻越欄杆逃票未遂，傷及自身嘅事件。他當時想進站，他本來以為裏面是站台的那個水泥地板是平地來的，沒想到裏面是懸空的，他就直接從我們那個圍欄跳到裏面去了。當時他這個襠部晾在那個扶梯把手上面了，很痛的感覺吧，我看着那個樣子。最終呢名男子補咗車票之後，自稱並冇大礙就離開現場啦。記者查閱資料了解到，喺美國紐約，逃票係被認定為竊取有價服務嘅行為，會喺個人檔案當中留低犯罪記錄。喺北京同深圳坐地鐵逃票將會面臨超過車票面額10倍嘅處罰。喺上海，逃票者嘅身份信息將會被記錄落嚟，並轉交有關部門納入個人徵信系統。對此，市民就表示：這個還是可以實行的，有獎肯定有罰啦，而且是要嚴懲的。我覺得10倍以上有點太過分了吧？發現他逃票的話，肯定是讓他把票補好，然後再給他一些就是那種忠告之類的吧。對於屢屢發生嘅地鐵逃票事件，警方就呼籲，希望呼籲我們這個乘客千萬不能動手打人，一旦被查到了，主動把票價補上。站務員是為了保證我們的安全，為了我們乘客的安全，在付出了我們的身心勞動，所以他們的工作也很辛苦的呀。希望我們大家理解。
有時候我真係唔明，逃票嘅吸引力係咪真係咁大呢？廣州地鐵最高嘅票價亦都係14蚊。再睇睇頭先新聞裏頭嗰個衝動嘅女士吓，逃票打人最終賠償幾多啊？1000蚊，咁高嘅違法成本值唔值得啊？嗱，我就覺得咁樣嘅情況之所以屢禁不止，唔係話有啲人坐唔起地鐵，講到底仲係個人素質問題。如果呢啲人嘅素質唔提高嘅話，就算處罰力度再大，依然會有人以身試法。14蚊搏1000蚊。